各位平安，咱的下早时，下早的台语礼拜要伫10点30分开始。伫开始的进前，请大家去所带来的手机会当关起来，或也是讲关做静音，来安静咱的心，来敬拜上帝。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今日阁会使伫早起，甲各位会友来到殿堂，到耶稣殿堂来敬拜上帝。即时咱要开始咱今日的敬拜，互咱安静心来筹备邀请上帝。今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咱要来点到期待有备甲信心的6节。伫顶礼拜，咱已经点到期待甲希望的6节，咱即礼拜要来点到筹备甲信心的6节。即是咱请地部门长老夫妇来点到这第2期的6节，咱做甲。请各位会友起立。伫地部门长老在点到这第2期的6节，有备心甲信心的6节的时阵，期待咱所有的会友，嘛会送在咱心内大港主各港灵的筹备甲信心的6节点到。请坐，咱继续默祷来邀请上帝。来啊！咱着摇花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就是请咱起立，咱要用信息头前第16页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尼西亚圣经，愿信独一全能的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伊来以前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的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
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甲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仙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丢比列岛人来，为咱定是计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搁活上天，现在坐伫爸正边。伊要伫阴光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愿圣神圣水阿名的主圣事，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基督会圣节是共同的教会，愿个别一个免的事，愿期望死人搁活，来世换命。阿门。请坐。即时，请大家甲我同心来学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阮搁一摆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内面，互阮会当三自集来遮敬拜你。阮也要感谢你，顾守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互阮伫一礼拜中，无论拄着啥物代志，你拢要互阮平安顺遂来经过。当阮勇壮的时，阮要感谢你，因为主你互阮的肢体勇壮，互阮的心神快活。但是阮伫阮软弱时，阮嘛要感谢主你，因为阮知主你确实伫医治阮。总是阮是软弱的，阮的肉体是土沙，阮是有罪的人，恳求主你赦免阮，无论阮是勇壮也是软弱时。阮要知，这拢是主你所为阮安排，要用学晓做主你的款式。即时，阮嘛要恳求主你，伫即回病毒的侵害时阵，保守台湾即个土地的人民，互阮除去心中的惊吓甲不安。求主，互阮伫这危急的时刻，会晓谦卑祈祷，超找主你的帮赞，互相代祷，互阮得到主你的赦免甲医治。阮伫天父的爸，阮嘛伫遮，搁一摆同心合意来祈祷，祈求主你眷顾中兴教会所有的会友，互阮教会复兴得到达成。求主用你的圣灵来感动阮，互阮所兴起的教会事工，拢会当得利益的人，荣耀主你的名。阮嘛要伫今日的敬拜中，搁一摆来学罗你，感谢你。愿阮今日的敬拜，拢会当诚做主你所欢喜的。阮安尼祈求，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阿免。即时咱要请青年团契来学老，今日伊要学老的信息是我较望看去。
真水的即条歌，我较望看去。今日大港节，咱的渴望是啥物？咱的渴望就是主个临到。即时咱要来做伙恭受上帝的话。今日咱要看一段圣经，是记载伫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3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5节。第台语汉语本的请掀开1058页，第国语汉语本的和本的请掀开1125页。找到人，请恁注意来看，我来念。第1节，万军的耶和华讲：看啊，我找我的使者，伊要伫我的头前备万路。恁所找的主，要忽然到伊的殿。民约的使者，就是恁所羡慕者。看，伊来了。第2节，当作伊来的日，是水长会起。伊显现的时，一水徛会调，因为伊亲像锻炼者的火，搁亲像漂泊者的肩。第3节，伊要坐地，亲像锻炼银，互伊清气的，来清气利未的子孙，锻炼伊亲像金银，因就要凭公义献礼物互耶和华。迄时，犹大甲耶路撒冷所献的礼物，要得到耶和华的欢喜，亲像旧时的日，古早的年。万军的耶和华讲：我要临到恁来审判，我要紧做干净，来指明行邪术者、行奸淫者、滥杀咒诅者、亏负做工人的工钱者、欺压寡妇孤儿者、冤枉出外人者，甲无行为我的。即时咱要请蔡长老来讲道，伊要所分享的题目是慈悲甲信心。咱请蔡长老。两位弟平安，请伊家出面计目讲，真欢喜看到你。啊，出对伫心嘿，对心毋敢是个喙尔吼。真正真欢喜，咱会当三个伫遮做敬拜主。我今仔日看气象报告讲，今仔日可能会落雨。我感觉讲啊，落雨不要紧，咱的心愈热。最近我就感觉讲，咱教会咱讲，奇怪，到旧年我以上是200个，谁人咱一直无达到？上帝甲我讲，恁的祈祷无够，会达到袂？绝对的。就恁每一个人为了心，从开始，咱开始进入小组，咱今日有小组有可能2组爱去点管，咱慢慢来转型，互上帝安怎去引带。有比较信息是点到第2条。我想咱普门长老甲咱长老女阿金姐吼。阿金国宝吼，可能足久2个毋捌安尼行啊遐也无收空，搁一人行一边吼，可能是因为咱有跳仔早咧。总之咱发觉讲，这是一个真大的希望，就咱今日青年团契所求的信息。咱在听所说的诗歌，我感觉非常感动呢。咱所做每一件事，上帝给咱做引带，我较无来羡慕上帝，伊比主基督的再临。现在就是咱教会一个希望啊！今仔日咱甚至欢喜礼拜有2个小朋友，虽然讲2个拢袂讲话吼，2个小朋友来咧听咱三到做礼拜，讲到拢过会笑呢，拄着拄久啦吼。但是讲到拢会笑，尾仔早讲，迄是乌马站的生吼，嘛感觉足欢喜的。那不管伫遮个事的顶悬，咱发觉讲，咱真正有看到一个新的希望开始。这咱接到第2个6条。第2条，咱期待甲希望啊。第2个6条是啥？有备甲咱的信心。咱点到第2个6条时阵，咱咧有备，主要所基督要降临无？咱有备，咱有咧信心，主要所基督要过来，咱要安怎面对主要所基督？咱有备，主要所基督降临。今仔基督说：“我万国的耶和华讲，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伫我的面前有备道路。”迄阵毋知要差遣啥物人啊？总是讲有头前有主的使者弥撒要来，有。主的使者开始要有备的道路啊！有讲什么？或者要进入伊的殿，立约的使者，对盟约的使者，要甲咱订约，毋知咱接要变新约啊？对咱来讲，是到400当后，有一个新的约开始，就是咱甲主要所基督所立的约，上帝甲咱所立的约，互咱甲主要所基督更好啊！所以希望啦，特别够啊！咱咱的聚会内底有咱迄个谢长老。讲要邀请咱12月7日嘛吼，要参加迄个花园堂校，吼要参加弥赛亚。其实我足早以前吼，
我伫大一的时阵，咱生产所49人前啊，我迄阵就地基的牧师指挥，我拢伫9月到12月，拢去练迄个弥赛亚。迄阵咧唱弥赛亚已经唱啊，逐个吼尾啊，拢爱凊彩人来啊，着逐个先大开始唱弥赛亚，不管对迄个用 solo 的啊，用探调的 solo 到尾啊迄个 chorus 就是逐个合唱吼，我逐个拢唱到半色啊啦，我真毋敢讲已经，我有老年痴呆症40几档啊吼，总是会感觉讲安尼逐个咧唱的时阵，总有你的感觉。弥赛亚分做3部，124日内底当写着即个剧，不能无好入的圣神完全甲感动。伊听讲伊咧写哈利路亚靠老师的时阵，伊的心啊激动啊，到袂讲尽。所以第一遍伫英国咧唱哈利路亚靠老师迄个鼓吼，听到转起来，规个心啊，毋单单即种是传统，甲唱哈利路亚靠老师是大拢心拢会起来。第一部是咧讲主要所记录介绍，就是马纳基书。马纳基书的时阵有特别咧讲，有特别3首诗其实是拢开始遐，开始遐时阵就是马里党。第5首时阵马里党是 The Sailor the Lord of Hosts is once a little fire， 吼，开始一个敢若出来咧宣布讲，主要所基督要来啊，天国你着悔改哦，我要预备你的道路，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哦，着出来咧讲。然后第2个普通都是天啊，有当时有2度，就开始讲吼。By the day of his coming， 伊来时阵，啥物地动会调？伊来时阵，主啥物人地动会调啊？然后开始有一个克老师，He shall purify， He shall purify， 那就克朗斯的轮唱，那每一个主题，汉德尔做这个时阵，4部的中间，都有伊的主题出现，敢若克朗斯的轮唱，但是这个咱咧讲的是清唱剧。但是这清唱剧呢，小的坎塔塔，不是这么小的清唱剧，是这样坎塔塔。真正像咱咧像咱 John Peterson 无比的爱那种是小清唱剧，这种是真正，互人感觉讲啊，分做3部。你也特别咧听迄个弥撒的时阵，就感觉讲啊，主要所记录降临是遮尔水的代志。10月7日，也使大家参加。10月7日，你来看，伫遐咧享受的时阵，主要所记录降临是遮尔水的代志。每一个人拢知，这所基督的时阵，迄阵有降临无？有啊，2021年加30，咱顶礼拜有讲嘛，加33.5档。这所基督降临吗？这所基督降临的时阵，世界人有接受伊无？没有是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降临因为感觉这所基督降临是要来做王啊，他要来当王啊，结果主耶稣基督降临竟然被钉在十字架。很窝囊啊！可当他复活之后，他将爱传遍到全世界，让亚历山大大帝嘛讲，我征服全世界都未凭主要所基督的征服全世界。然后主要所基督后摆第2遍降临要来审判人甲世人，迄阵是用君王的姿态叫降临世界。所以主要所基督进入降临无？有诶。所以基督安怎讲？讲我若去的时阵会差遣一个保惠师，就是安慰的灵。我会差遣圣灵在你们中间，圣灵会引导着我们走。世新足球队最近连赢3场，哇！他们就说，我团体的领袖带到我们讲，祈祷很有力量，继续帮我们祷告。连赢3场，其中赢莫赢对正大呢。当然有文化，还有迄个长大，赢长大其实我心内也无足，应该有点挣扎，因为长大是我们当初去设立的，但是不能说赢正大，哇，赢正大2-1，正大那是传统的强队，设备什么都那么好。你讲你常常要摕正大甲世新比，你2个都弄伫文山区，一个是私立学校无啥，毋是讲好受支持啊，得讲无啥经费的，要来讲较破烂的环境一个是政府支持的，什么环境都好。一个好嘅人，一个较善切人，我感觉上帝较听伊个善切人。其实把台湾25首讲的安怎？寄予谁那种贫穷的人，那一种困苦的人，上帝越喜欢他。有一天上帝会来临，末日上帝一定会来临，你们要相信。耶稣的诞生是什么？实践诺言呐，就像以赛亚书所讲的，就像马拉基书所讲的，就像马拉基所有的先知所讲的，都有一个君王会降临，那个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全国都要尊重他。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说降临在哪里，在伯利恒。
耶伯利是欧亚非交际的地方。他的降临，耶稣的出生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带给我们，他叫做以马内利。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唱以马内利的第3节到第3节，这个礼拜要唱第4节到第1节，因为以马内利是上帝与你同在，上帝与你们每个人同在，上帝与我同在，上帝与每个人都同在。我在今天礼拜我就讲说，我们教会什么时候复兴？有声音很清楚的告诉我，你祷告够不够？所以我们明年开始可能会礼拜3有个祷告会，但是不要勉强。这怎么办？我长子不来参加不行，绝对不要勉强。你没有时间你就不要来参加，那个时间一起祷告就好。搞不好是我一个人就在这里，我也可以祷告。因为那个祷告如果没有祷告开始，我们所有的事情没办法圣灵降临来带领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说基督降生，他告诉我们什么？上个礼拜我们不是在讲加拉太书吗？加拉太书讲有没有对啊？对妇人人生呢，人子呢，也就是他出生跟我们是一模一样呢，也出世是一模一样。我怎么有倒来咧想讲？我想要买一间厝，听讲厝一直最近房子一直起来啊！如果我无当监委我都无厝通住，我来买厝啊！已经2-3单就开始看厝，愈看愈贵看到尾我讲放弃不爱买是安怎？我做一世人40几档的政务官，拢是足高薪的但是钱都会现，所以我的钱其实存无偌济。要买厝可能存便所给薪尔，安尼就干脆无买以后看要做要怎拍算，还是讲以后看要搬在台南，要怎拍算？厝唔免烦恼，总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福音来是为什么？是要赎回，要给咱赎回，要救赎我们呢？好，咱回来，去个权利堂讲阿爸父神呢？我们是跟父神联络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联络父神，父神帮你在做。那可能因为讲说踢足球2队都祷告上帝，那上帝怎么办？错了，你应该说我站在上帝这一边，站在上帝那一边的人，上帝就会帮助他。不是说上帝听我的，而是我们听上帝的。上帝是有他的安排，每一场的比赛，每一场的见都有上帝他美好的安排。基督降临是什么？带来救赎啊！上个礼拜告诉我们，他是带来救赎啊，这些救赎都是很美的救赎啊。意思，但是借着他的救赎来告诉我们，这些律法，我们本来受到律法的拘束，咱受到律法的苦受，咱受到律法这安尼足困苦的人，那么得到讨棒啊，那么加做儿女的身份，我们成为儿女的身份，能跟上帝在一起，那是多美好的时候啊！我那个2岁5那个 mini， 伊拢看我等一下阿公都在祈祷，因为祈祷拢足久的伊就讲阿公怎么祷告那么久，我也要祷告，拢去找阿嬷，阿嬷就主现在是主耶稣，现在是主耶稣，我现在要睡觉，让我在平安安静睡觉。人昨暝开始家己会祈祷安尼，就是祈祷无煞啦安尼。现在超人呆，现在主耶稣，我要睡觉，乖乖的睡点物啊？过来准备祈祷噻，伊阿嬷就大鼻甲讲我要怎么样？我操，够水的，实在才祈祷了，看过祈祷，我还要祷告，伊拢爱祈祷3遍的，祈祷到阿公祈祷了，伊才要遵守，伊才要去困。2岁5会当祈祷的，感谢主的。所以咱每一个祈祷干什么？带来那救赎，因为我们是儿女的身份呢。每个人是儿女的身份，跟上帝是阿爸父神呢。那是多美好的事情啊！听到得到我阿爸被上多啊，这么美好的事情，你有什么烦恼不能交托给上帝呢？台刚姐第2个主是什么？是预备，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呢。当时施洗约翰、撒迦利亚、大祭司生囡仔，难得生个小孩，竟然献给主做拿撒尔。拿撒尔是滴酒不沾呢。我那这样无啉酒，拢讲我拿撒尔派，所以讲我不喝酒。所以现在政界都知道蔡崇义酒量最好，从来不醉。我都捌醉过咧，因为我捌啉酒干，然后我一点都没有沾，所以我酒若迄杯甲我囥咧有可能食饭食到了，迄杯酒比较济，因为佮挂口水了。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在主人面前预备他的道路。施洗约翰是个应该受到非常尊敬的人呢，
伫旷野内底食蜂蜜、食那闷麻、食这些野虫，这样长大，那种是很受人家尊敬的嘞。可是他在哪里传道？在旷野。伊咧传道时退出有庇的道路啊，像咱顶礼拜嘛是讲了嘛，我咧我讲啊，我要找起书写的有庇道路，因为都毋知讲是加西利约翰，尾啊知讲啊，就是加西利约翰，伊是以利亚的身份，伊要伫有庇咱的道路，那这些代志拢要预备。我今天去打篮球，我都免练好，没有错，我高中是篮球队，啊，真叫我踢篮球，我跟你保证，迄篮筐互我行较近都透，都迄袂入。我以前也是做球队呢。你只叫我做球，居然用倒手，佮用目镜吼，用木屐叫我跑都拍赢我。因为我做球细啊，了吧，即摆一球这大了，我要怎跑我嘛唔知。40当前啦，好汉不提当年勇啦。我们40几年前都是什么队什么队的，这有好哦？啊，不好啊。我们是和善庄的什么什么，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上帝给你的都够了，都非常的好啊。那么美丽的好，上帝为我们做预备啊！我们要预备啊，做什么事情都要先预备，不是说一触可及耶。那个居安思危，一触可及。当大家拢预备咧踢足球，都唔免啊！我入面咧踢，我足够踢咧，你去踢看卖咧。迄球啦，互你踢会叮当，踢是绝对会叮当，问题踢了不受控，迄球你都控制袂来啊！踢出去就有啊，你就踢袂掉。那球嘛，小刚伊就感觉奇怪，就是安尼落就是空心啊，唰！哦，声音很好听，这毋是啦，这嘛把空心是经常无着人管尔。我们就在预备啊，查看书架里边，新约兄弟，上帝预备施洗约翰来做什么？迎接耶稣，替他开道路。耶稣来为我们立下新约啊，他是一个立约的使者啊。那第一讲是名约的书架，他是个立约的使者，跟我们立下约定啊。那基本在新约中间啊。我们打破了，那基本上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那大概兄弟好好的敬拜上帝，那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的敬拜上帝。当时在旷野呢，他们在旷野敬拜上帝耶。可是我们现在可以在这里敬拜上帝，我们有音响。当初耶稣不晓得怎么传道哦，5000个人加到8、5000个人，没有麦克风呢，最起码手提麦克风没有呢。怎么传道？所以当初的传道是真的告诉我们，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呀。什么叫悔改？忏悔，改是改过来，永远不再犯了。每天我都跟主在讲，今天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他没有？明天早上起来，我要告诉主，我不能再犯了。悔改的是你悔过之后不能再犯，要完全改过来，叫做悔改。我们有悔改的心，在圣人面前就会得到上帝的喜欢。第二个，我们要变行家己啦，要谦恭自己，要变行家己的心嘛。像咱咧做礼拜以前，咱爱先默祷，互咱心拢完全纯净。做一个礼拜，我阴暗，我中昼饭，教师毋知有关无好。阮太太上好做这个动作，拢特别拢到下骹要开车，他甲我讲。教授毋知有关无？去个飞机顶管，都有关啊！咱都常常拢，毋知有关无？阮这拢有老年痴呆症吼，拢会惊。那教授这毋知，这毋知迄落。要做礼拜以前，系啊，我头拄咧炖一鼎迄个牛肉，这一锅牛肉毋知有关哦。真个这礼拜伫要到呢，病佫对袂赴呢。无看卖敲电话来隔壁，对甲我看卖咧。你当问说咧，无啦，阮到下骹有称手机啦，你甲我摕入去看卖咧，看我的那个炖牛肉有关无？入面讲有啦，有关啦，你敢若紧张？咱有当时变行家己啊，做礼拜时，比如说安静的心，完全安静伫主的面前，咱的心要完全安静啊。这里有一句话哦。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谁能当得起呢？一兄弟来兄弟一边杠你们时阵，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谁当得起？那个时候，他在上帝的面前，你要跟他交账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一五一十的，那就这代志是敢看报出来呢。
现在的媒体不见得准呢。媒体说这个好人，不见得是好人；说坏人，也不见得是坏人。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是一览无遗耶。好坏在上帝的面前一一交战，彼得对不对？所以相对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一一交战。在上帝面前，我们不是说，哎，上帝没看到，我就做一些坏事。你所付出的心力，上帝面前一一帮你做纪念。所以我们要什么？要先认净自己呀、所以叫认净自己。哎，家己本身在受锻炼啊！你讲我上帝，你期待我逐日哦无灾无痛一生，安尼拢无灾无病到一生啊！拢我莫碰到任何困难啊！互我这世人哦也袂感冒啦，即马 COVID-19 也袂丢啦，咧行路也袂去互车弄着啦，啥物重代志拢足好个啦！啊，你煮菜再切菜吼，也袂去切着手啦。我可能给你保护好就好啊，你一辈子都不会受难啊。我们应该祷告上帝说：当我在苦难的时候，我能够仍然坚强。就像那个越战的老兵，已经腿断掉了，手断掉了，剩下一只手。大家看到他到十字架前祷告，大家在看说他要祷告什么？祷告上帝让人家能够收留他，祷告上帝人家要收留他。没想到他祷告是说：上帝啊，反正我只祷告说你跟我在一起。让我能够有勇气活下去，我的就是这个勇气呀、你不记得上帝讲给他过非常好的日子，而是让他有勇气继续的活下去，就像我们一样啊。你会遇到患难吗？会遇到困苦吗？会遇到挫折吗？会啊。可是，在我们遇到困苦、遇到挫折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些锻炼是让我们以后变得更刚强。人没有锻炼，没办法刚强。当我这一辈子有的人讲说，哎，蔡聪你好像这辈子过得很顺。反正我们这一期呀、只要能升厅长到高位，你就第一个；升厅长你就第一个，当审判长你第一个，当发言人你第一个，去当院长你第一个，什么都是你第一个，当监察委员你是我们这一期第一个，永远都是第一个。可是不要忘记耶，表面上大家觉得很风光啊。可是其实我这好多的困难，就这困难呢，就这过不过的坎呢，那只有求上帝，让上帝让我过这个坎。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都有过不去的坎，每个人说我一辈子顺遂，每个人都有过不去的坎，那个坎需要主耶稣基督来帮助你。第三，我要信心呢，预备还有信心呢。上帝说我们的恩典会在我们身上。但是你要有信心，有稳定的伫咧信上，你要有信心。台刚才第一个注意是啥物？是有比加信心嘛？咱有信心的，那基督徒要用信心来托住，那所有物件要完全交到上帝，完全交到上帝掌权呢。掌权者是上帝，不是我们自己耶。我觉得我们明年，比如我们明年中间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不管在小组。不管在祷告会，不管各方面，但是不要紧张，因为完全上帝做主，心甘乐意，不要勉强。但是我们上帝会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大的功，我很确信做了很大的功。那今天我看到那个西玲姐来，她上个礼拜告诉我，哎呀，有3个小朋友说很喜欢来我们教会，要不要一起来教会？刚好他们去比赛，就够了。也就是说，一定要来中心教会，我没有这样讲。但是福音的种子种在他心上，种在他身上的时候，也许上帝会让他萌芽，那是个很美的事情啊！我觉得干嘛呢？健身知识就出名的哈，伊差不多当地人都邀请来做礼拜，足甘心的呢。我当然我学老，其实来个学老吼，另外来讲，伫上帝面前是无咧学老人的啦。总是咱纪念嘛，伊面皮足高的呢，伊当地人就是邀请来做礼拜呢。伫上帝面前，这上水的呢，迄个面皮高是上水的，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对不？医保对不？哎，咱医保讲足大声呢，讲对。你讲。我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我来，自己讲。那第礼拜来那个就是那个小姐哈，伊跟我讲，她说执事跟她讲说，
来我们教会，然后呢邀请他来，然后又跟他讲过 N 次了，他觉得他没有来不好意思，所以他来了。好，然后他来了之后，他很感动，因为我们的那个谁那个利杜诺你不是利伯叔，你跟他讲很多信仰的事情，然后他很感动这样子，所以我要推荐一下，感谢神。来，这是我们的行为啊！代价就是什么？你厚着脸皮去将主耶稣基督的道理传给他，请他来教会，让神自己感动，这是蒙纪念的，有什么好害羞？就像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反正我也不喝酒，我也不聚餐，今天总统要来啊，在做主桌，请你去陪一下。说对不起，我不聚餐啊。下个月，要这个月，那是11月份的时候啊，副总统啊要在圆山饭店啊，他有指明说啊，看能不能找你一起来，大家吃个饭。我说我吃饭一定陪我太太，我没有我太太我吃不下，没办法，抱歉，你们的论坛我吃不下，没有来，对我来讲那个不重要。但是如果各位我们有举办什么爱餐在一起，我就很喜欢跟你们一起吃饭。为什么？我们是组里面的弟兄姐妹啊，我跟他们是在应酬化，所以很多的事情，他们都说希望能够拿到你一个花篮，希望你能够怎么样。对我来讲，我那个都不重要，因为我不认识你啊。借你的名字可以吗？我说你借我的名字也没有用啊，好吧？这个名不见经传啊。他们就是很喜欢借你的名字做什么事情，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凭着公义来审判呐！你们要全诚的敬拜上帝啊，要得到耶和华的悦纳，上帝所欢喜的，你要去做啊！你要感恩的心呢。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大概知影讲阿信的，捌看见阿信的那个电视剧，当海戏的人那个年纪都不能讲了啦。阿信啦，背如那边笑啦，你看无啦。我们那个时代，阿信的电视拢是在消防局的，甲是在电视黑白的。阿信时间到，大拢牙医啊，去消防局安尼吼，刚坐啊到念的车路拢去人坐了，大多少？你看阿信啊，阿信有一首歌啊，可是现在还是流行。感恩的心有没有？感谢有你。那首歌什么？感恩呐、永远的感恩呐、上帝给你那么好，你有没有感恩呐、这是我们要在信息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感恩的心呐、我们现在讲谢谢谢谢。谢谢跟感恩不一样啊！谢谢妈妈帮我煮饭啊，今天母亲节啊，不要洗碗啊，明天再洗呀、我们经常说感恩的那个谢谢不一样啊！谢谢妈妈，来妈妈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做，来碗今天我来洗。感恩是要付出谢谢是嘴巴谢谢你哦，谢谢你哦，嘴巴但是我们要付出今天有人帮我们准备爱餐，我们的弟兄姐妹帮我们准备爱餐，我们就拿来一起分服侍人家感恩是一种服侍，要投入谢谢是嘴巴，我们当然很喜欢讲谢谢啊，谢谢你，给我这个东西，谢谢你，帮我这个，谢谢你。可是我们要去做，我们要感恩的心最后要面对末世的审判，审判会不会来？一定会来。我们要审判是什么？速速做见证，速速做见证。什么叫做见证？你要好的行为啊！你家己行为你不能安尼气压压，安尼干嘛呢？人家看到你拢讲这不是好嘢人，是安怎？是权贵，讲话拢安尼在讲生的呢。你们要让人家基督徒，反而要什么？要谦卑啊！你在讲提物件时，咱知原来你什么人啊？什么人嘛不重要，但互相服侍啊，互相服侍对方互相服侍呢，无什么人较大，什么人较小，你上帝面前，大家拢是平等的，互相的服侍你无些时阵啦，这做唔好的代志，我们不要做我们要坦然无惧到主的面前。有一天末世来临而且我觉得那个时间可能很快，就像你看。从那个英国的 Delta， 大不是很紧张吗？现在 Delta 很紧张吗？现在非洲又有一个病毒嘛，叫什么？我没空嘛，你们每个
要做什么事工都说我没空，我没空嘛。所以他把 new 本来一个这个病毒的名字叫 new， 把它移开了，改成我没空。为什么？让你每个人都知道，说你不要自己讲自己没空。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挤出时间来服侍上帝，挤出时间来对社会做贡献，挤出时间来爱你的球队，挤出时间来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不要一天到晚讲我没空啊，所以我没空，听说全世界会流行啊，那他就说我没空，我没空，你有空啊。所以那个名字能不能改说你有空，不要说我没空啊，要是你要改成 L 啊，你有空才对啊。所以相对的，我们要坦然无惧的在主的面前做什么？我们要回想起那个当初的爱呀，就像上帝所讲的，你要回想那个当初的爱。当你信主的时候，上帝给你多大的恩典？当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上帝在扶持着你走。那么我已经70岁了，在我过往的岁月里面，多少的困境是上帝的扶持着我走。比如说，我像我在大学的时代，多少人爱我，今天看完爱的家哦，我还是再讲一次，我感觉很可怜的。因兜好平时好食物件，不是我家摕去吃尔，讲即摆住迄间厝，我拢会卖路伤大间。所以相对的，我不管怎么说，我一辈子都觉得说人家对我怎么都会这么好。我在我跟太太讲，我不值得无迄个价值对我这好啊。可是为什么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但是在攻击我的时候，我都说不要去，人家来攻击我，在搞我我都说不要理他了，反正我不答辩。可是总有人会跳出来讲说，我一个跟你保证，这个人多好都多好，好跟不好那个有重要吗？那根本不重要嘛，在上帝的面前什么？上帝要审判人的恶行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定命，人都有一死。我问你，你捌看到无死的人无？无嘛。就人讲想我囝啥会死，所以你甲讲，你囝若要无死足简单，你去因兜找一个因兜毋捌死过人的，摕伊的衫坑到恁囝、你儿子的身上，他就一定活。结果他走遍了所有的村庄，没有一个村庄没有死人。各位，你们家里如果都没有死过人的话，请你把衣服留下来，因为那个会死人复活。我们家有啊，我们家一定有，我爸爸妈妈就不在了啦。但相对的什么都有审判，那个审判不像我们的审判，就像这个林炳瑜最近比较热门嘛，跟高嘉瑜。如果没有发生这个事情的话，你会觉得林炳瑜是非常好的人，一路塑造出来的人，政商关系非常的好。结果看那个花篮里面有一个人，监察委员某某某。国家人权委员会副主委，我看我礼拜一又可以去他的办公室里面大笑几声了。特别被报道出来，总统、副总统谁，司法院长，然后还有他的名字。司法院长是宋，不奇怪，因为他的姐姐本身当法官嘛。可是监察委员出来，如果你们结婚，我一定送你们花篮。但是如果真要结婚了，我一定不送他花篮，因为多的是一大堆。我何必锦上添花呢？多你一个人也不差嘛。所以相对的，有时候我们觉得他是好人呢，但是不见得；我们说他是坏人呢，也不见得。但是放心在主的面前，好人坏人，上帝对我们的罪行都有一定的评价。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轻慢神行邪术做假干净不敬畏上帝的。什么叫不敬畏上帝？我们有个很简单的、很草率的心来这礼拜的，我们要敬畏上帝用很虔诚的心去敬畏上帝。欺压人的犯奸淫的、辜负人的公价刻薄咱那讲什么血汗工厂那喜欢欺负人喜欢欺负孤儿寡妇当初教会为什么会设立执事？是为了这些孤儿寡妇教会是为弱者而生存的教会。我再强调一次教会不是为了这些富有的人而设立，教会是为了这些孤儿寡妇、为这些弱势者而设立的教会。教会就是这些善巧人，这些较欠亏的人来设立的教会那较
较方便的人，钱较量的人，咱来互相帮助，互相帮补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记得他那个圣诞节到都要送礼物啊，他刚好失业，太太又离婚了，离他而去。那个女儿一直跟爸爸，圣诞节到了啦，你记得跟我买礼物哎。好啊，我跟你买礼物。心里在淌血，找不到工作了，他一直拼命的要找工作了。圣诞节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不景气，找无工课啦，就没有工作了。有一天下雨，他连雨都没有钱，雨伞都没有钱买。突然看到那个公车的那个候车亭哦，有一把雨伞很漂亮哎，狮子的雨伞。雨伞的柄哦，还有黄金加迄个珐琅，还有刻一个名，啊，足水，还有写一个电话。哎呦，这把雨伞这么漂亮哎！他拿起来在那边想，我说我这把雨伞哦，拿去典当，应该有一些钱，我就可以买圣诞礼物给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在家里等我拿圣诞礼物啊。可是主日学老师说，我们不要十诫的里面叫我们不要偷窃，那没在偷窃呢。看到那个电话，好吧，打个电话，喂，啊，一个老妇人声音接来，啊，我就是啊，你是不是有一把雨伞啊？对，我那把雨伞是在学校被偷，我以前是个学校的老师，被偷了，啊，怎么会在那边发现？那可能是小偷在那边自己也忘掉了，就丢在那个候车亭。他本来去找工作，他问他说：“你住哪里？”他没关系，我去找你就好，那没关系。他看他的声音有点老的，然后我送去你家，他要送到他家去。那个人看到那把雨伞，眼泪就掉下来。这把雨伞是我爸爸妈妈圣诞节送给我最好的礼物，我一直都舍不得用它，但是就是因为我在学校被偷了。我好难过，我一直祷告上帝让我找到雨伞呐。可是今天，上帝透过你送过来，我好高兴哎！我钱给你啊，你有多少钱我给你。我钱对我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已经老了。我虽有一笔钱，可是这把雨伞对我更重要。他说不，我送给你雨伞不是要钱的，我只是看到你那么高兴，我心里也很高兴。他忘了跟他讲他有没有失业，也忘了跟他讲他住哪里。他说给你就好，那他就回家了。回家一边走路一边想，我怎么去面对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一定说：“爸爸，我的圣诞礼物嘞，我没有圣诞礼物呢，怎么办呢？”这女儿一开门看到爸爸，爸爸好高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我已经把袜子挂起来了，爸爸等一下你把圣诞礼物就放在我的袜子里面。爸爸说：“好，我没有钱呢，我哪有圣诞礼物？”在想的时候，突然叮咚，有人按门铃。那小女孩跑过去：“圣诞老公公来了，圣诞老公公来了！”门一打开，就一个快递，夹那个美国快递，用那个带那个圣诞老公公的衣服，就拿给他一个礼物：“圣诞快乐！”哇，他抱着。爸爸，圣诞老公公给我送礼物啊！他说奇怪，怎么会有圣诞老公公来送礼物？就打开，哎呦，里面有很漂亮的小孩子的玩具，还有一些钱，然后一张纸，说谢谢你，那一天你送给我雨伞，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享受跟最大的快乐。我拿给你钱，你就转头就走。我不知道哪里拿去给你，我打听老半天才知道，还好你要走之前，我叫你留下住址，你有留给我。现在最高啊，我总是要回馈一下，回报一下，所以我听到你有一个5岁的小女儿，我就买一个圣诞礼物，还有一些钱，你慢慢找工作，这钱足够你们生活。哇，这是恩典，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恩典。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你有预备好了吗？你有信心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你，让我在这里，我们预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第2次的再临。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心，
我们有信心，我们每一个人在主你的面前都会得到主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是满满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求主你照顾、保守、看守着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咱要做伙来吟信诗41首，信诗41首，请来，以马内利，请大家起立来吟第4节到第7节。请来，今早。请坐。这时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咱请书献的执事来到头前做奉献的代志。
请大家起立，咱们来唱奉献的诗。真济，即时咱来报告。今日要报告代志大概有重点有3项。第一项是咱11月27，伫教会有举办同工研讨会，伫会中咱有选出明年度新的教会的所有事工的会友，甲意思，我则简单来念者。咱明年的小会第2长老是陈国基长老。修会书记严志宏长老，长执会书记肖佩如执事，教会出纳吴世金执事，然后教会会计是陈宝轩执事，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有5位长老也分别担任礼拜部、教育部、宣道部、关怀部，还有行政财务部的部长，然后下面的话也有一些协助的副部长的执事啊，名单的话请大家自己来看。那再来就是明年的那个圣歌队辅导是我们的圣歌队指挥是许贝如执事，圣歌队的那个辅导是叶基安长老，主日学辅导是陈国义长老，社区关怀站的主任是严志宏长老，少年界辅导的话是我本人，然后青年团契的辅导也是我本人，还有林静慧姐妹，然后夫妻团契的妇女团契的那个辅导是郑博文郑长老。过来是咱要报告第一点是咱本会定伫2月27要召开2022年的定期和会甲定期会员和会所以为着要编列这和会的手册请各团契伫2月各团契会当伫1月16之前把2021年的组织会计报告，还有活动的内容，还有2022年的组织预算预定的活动能够做好，然后在1月16号之前。能够寄到我们那个敏丽姐这边，然后 email 账号的话，在这周报上面有写。然后再来就是特别要报告一项，就是咱12月10号晚上7点30分在台北怀恩堂有一个 YMCA 的那个圣乐团的75届的弥赛亚的慈善音乐会。那这个特别是我们那小丁乐也有在里面演唱，所以说他也是说，因为是入场是免费的，而且是真的很好听。所以说，大家只要有时间的话，能够到那边，来聆听这样的一个圣乐的音乐会。好，那再来的话，报告的话大概以上，然后此时我们来做，上云咱上云要唱的是信息397首，关注、祝福、保护你。上云说，咱要请蔡长老来为咱祝祷。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永远变着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就是你平安。现在愿起来，咱这是上帝祝福。但你通平平安安倒转去，你的事农讲上每一个工课，愿主要所祈祷稳定，天父上帝疼痛，圣实的因错相通安慰嘅夫妻，今日三甲天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煞。阿免。阿免。
遐济咱密岛避讳。是咱要起立来行平安礼，同时咱也要彼此请安。伫咱在互相请安的同时，咱嘛来拄伫咱今日的小会分享，那小会分享的小组有小可有变动那个萧佩如执事跟那个许佩如执事的这2组的话今天的话麻烦移到就是2楼的那个会议室这边来做小组分享。嘿嘿，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来开始进行那个今天的小组分享然后我刚才讲这一次的小组分享的话有2组2组的话萧佩如组那还有那个许佩如组会到2楼。那今天小组分享的主题大家请注意一下我的前面今天小组分享的题目是怎么以预备与信心迎接主降临今日大讲这第2主任他拄啊他超长有讲大讲这第2主题就是咱要预备跟信心，准备跟信心。所以说，我们今天小组分享的话，会怎么以预备、以信心迎接主降临，然后再来就是如何面对主的审判我们请我们各小组可以开始展开小组的分享活动那个萧佩如这组的话，还有许佩如这组的可以开始移动到2楼去。那个佩如这边已经在喊了快点上去跟佩如同一组的可以到2楼没有开。还有萧佩如执事这一组他们在叫了萧佩如执事这一组的话也麻烦到2楼的然后吴世军、吴执事，你们那一组的话，在我们左边后面这边的椅子桌子然后那个林文玲、林执事、文玲姐、草莓老师。